昨暗宜兰苏澳溪溪水倒急哦，抽水站是未付抽水，造成市区淹水，有上千户嘛拢淹水哦。上浅是淹到要一层楼悬，有民众的车停伫饭店的地下室，车拢浸水咯。南方的南兴里有土石流，灾情嘛是真严重。地方是呼吁中央，就要赶紧来核定苏澳溪分洪道的工程经费来治水。 在民步用摒扫架出来淹水物件拢搬出来，宜兰苏澳市区因为苏澳溪水涨起来，中原路、新爱路拢淹水，水上悬淹超过一层楼悬。无拢内面拢无半项啊，拢歹去啊，拢歹到就是拢淹出来啊，含免去嘛拢歹啊。一层楼已经满。遮雨棚那里。伫苏澳市区真侪车因为淹水掉伫咧路中，国军为着要紧急救灾，开装甲车入去灾区，有民众的车祸装甲车挨过规台海去。 饭店这边有没有跟你们说赔偿的？完全没有，他现在的表示就是说要我们自己联络保险。苏澳延坡饭店地下室淹水，造成旅客停伫咧地下室的车拢予水淹去，希望饭店会当赔偿。双方也搁伫咧协调。南方澳地皮江附近后壁发生土石崩来情形，南平里的路怎么也搁淹水？民众出来拢是土石落雨梅正步用伫咧清理。 消防员协助地势较低的灾民，经过错漏的苏澳溪，为民真惊险。这条苏澳溪和地方定位是造成苏澳市区淹水的主要原因，因为河道弯弯翘翘，就算是下楼已经有些阿里斯溪抽水站，水也是倒灌入去市区。 建的把这苏澳溪分洪道做好，才可以让我们需要免于又十几年来一个这个淹大水，我想民众都很痛苦，然后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。中央已经规划伫咧顶楼设苏澳溪分洪道，因故因为建筑原物料起价，总工程经费自50几亿增加到75亿，行政院也有20几亿的经费也未核定。 地方希望中央赶紧核定经费，启动工程，避免苏澳搁淹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